一生忍辱安分守己命啊，唔通再做流浪儿，唔通搁再做流浪儿，回头就是岸。哦，安尼对啦吼，可能咧各位啊已经完，已经在心已经了解，已经在师尊已经在甲伊心声啦吼。伊讲心爱美，看道理，含淡嘛无清。心爱美，啊来讲，咱今日咱各位大家无食素的人，看到一碗面咧食饭咧过头，你过头一点啦，咱看到这实在较爱美啊，啊这嘛实在讲伊来那个啦。今日比如讲啊，咱的囝，今日食饭，咱的囝今日来这来学迄个所谓摇头族的摇头丸的啦吼，啊因为这个食饭的当中，你食的那就是没完没了，所以这没完没了，你这毒食的当中，你后无这毒袂使，啊因为你食毒的当中，你规个财产都食无够，啊无够安怎？第一个就是讲抢劫、超商。哦，恁这个超商哦，加油站啊，四个抢劫作者，啊，这就是讲啥人偷，因为伊全这种十有八九，早有变到恁食到的人，恁做得通的。因为伊无钱，简单伪装，啊，所以因为伊今日无去找迄，因为伊趁一头啊，恁个无迄头，迄人迄动女人啊，花做啊，迄一块迄喙啊，迄喙啊吼，啊，迄个老，啊，伪装。这鬼啊！迄个做咱人做咱人，啊，迄个鬼就是哪？迄个毒者嘞，伊就才去精神百倍，规面无好紧。啊，伊毒者嘞，伊就是后排毒要创啊，就爱趁钱啊，但趁钱都无钱，啊无钱来抢劫，来偷盗，这就变安尼啦。啊，这世人就完蛋。啊，查某呢，哦，年纪比较轻的女孩子就是卖春，那个春啊，这个社会迄个那色情泛滥，这个是用这物件，这个物件造出来，啊，这个就是哪来？咱做爸母的人，咱做时大人的人，较适咱的囝，安尼咱看你落地安就对啦。有别个无？迄个参照的让小鸟啦，安尼对啦，哦，迄超差。啊，今日咱的师尊来讲，心爱比看道理，这比这都较厉害，你知影无？真正比这都较厉害。这比较都较厉害，在食到的当中哦，讲较歹听咧，哦，政府掠来解毒，啊，都有机会咧，啊，机会啊，都有法度啦，那有要借成功咧，下就袂。第一问题嘛是煞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咱师尊老大来讲，上重要就是咱的自信，咱的本性，咱这个本性，咱今仔日为着一般点世间的物象、物质的物件，竟然来以这个物件一直咧追求，一直咧赚，做啥物件？咧做物件是较正面。有人叫灭了良心，灭着良心，哦，啊，因为良心本来是公平啊，自信你家己有一个核心哦，但是你这个自信已经去互这个砍掉咧，安尼变成啊，安尼变成无天良，啊无良心。那讲较早时啊，讲无良心的人，好心要做官，歹心要做官，满人心肝，对无？好心做一寡，歹心做一寡，啊满人心肝啦。啊，迄个好心嘛，歹心嘛，合做伙叫做哪？好心嘛，合做伙，换一个是无心。迄个是不实际的，不实在的，安尼啦。啊，迄个不实际、不实在，迄个是咧满人的心肝，就是讲我做是讲好心的，啊
以外上，不要，不是以外上，恁论定你好到歹呢？今日是以生命恁论定你的命运呢？你知影无？所以咱孙子老大讲，心意爱看道理，看你这道理，大家昧着良心，爱说瞎话，爱说亮话，那就可怜。然后，少年行义不贤，无所不及，见君主就应验，见义不贤，义不依先，人之失之之别，一体感觉，大家这个来讲，因为这个昧着良心，你所讲的话就是哪？行义就是所讲出来的话，为不贤，行义就是所做的物件，拢做无好代，无所不及我袂来。见君主就应验，看到君主的人，伊足讨厌，一个太低啊，看到一个非常伊讨厌的，迄个伊个人，迄个我想讲，迄个非常方便多分，成个好咧啊，到处咧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一个抢劫的人看到警察来也好，伊去抢人去，一个君主，你甲管这少年，少年就来打你。我带你去做啊，你向我把你伺候的，所以叫迄叫做呢，迄叫做那，迄叫做志不同啊，道不同。所以这个少年行义不贤，无所不见君主义的点，义不贤，伊所做的物件，拢把迄个不贤的物件点掉掉、砍掉的，义不依先。你讲哦，我那就圣人的，我那就贤惠的，我那做偌济贤的，讲较歹，一堆恶，一堆罪恶，咱拢无去讲，拢讲好。我今日来摕100块啦，摕500块啦，我就一世个对家大，对家伟，对无？迄叫做行义不贤，见义不贤，义不依先，拢讲伊好命，伊歹。但是哦，人之失志，有几个人啊发现，甲看到伊个心甲对伊义气啊，看到伊个安道义啊，安尼了，安尼较袂了袂。所以咱孙子老大，你甲看伊当安道义啊？你唔免咧讲，你家己带遐，你讲我做偌好啦，好就是好，死就是死，叫就叫，唔对就是唔对。额头三千有心人，1清2楚，咱拢唔免去骂孙子老大的，所以孙子老大家讲心悲哀，所以大家来讨教，对无？咱做阿无够级别，几种级别60分，咱这4个分析看下来。加减乘除的概念，点好，我60分有级别无？那我60分有级别，可能咱太，咱若无60分有级别，可能太高分。啊嘛无60分，那今仔日去到科技中收去，有啥有60分去？嘿，啊都阿弥陀佛咯。假使迄个60分若一袂到，啊就有法咧写讲，咱科技中要收去，我听起好不好？我懂啊。科技中收去什么意思？你听无？咱听有名，有讲我听咩？就是讲已经倒去啦，无机会再互你应先啦。李进有机会有口气，伊就感觉你互你做，你唔做。当头今仔日迄个科技转就是我上天家己调整的时阵，你若拍我那上，还袂到60分，上天出边，互我加大10年、20年，我一世人要牺牲奉献，你来创啥货？要来大山过海，要来打石头，要来打山填海。迄拢无效，看迄个大官，咱拢无道理，对无？迄叫做不实际。所以你们孙老人讲，他那个道理重要啊。邯郸嘛，没错，这个邯郸梦，邯郸是不实际的意思，无实际。咱做这个反省反面，大家空思梦想，我拄仔坐，嘛我想道理，有一个想法，欢喜的做欢喜，好的，心情都好的，比咧食都较欢喜。那想到悲哀去，目屎就流出来，我咧空思妄想，人生就是做在反省和反面。还有个邯郸梦想，黄粱梦、五鸟梦袂起，人生就像这个黄粱梦、邯郸梦一样，不实际的、不实在的，患生患死、反心反术的力量，患生反面、反心反面，对不对？梦生梦术，这不是的。所以，咱孙子老人讲，你也不
咱今日一个会讲话筒啊，对无？话筒内底插偌条后插红的，后插青，后插白，后插黄的，后插青。哦，参像迄个万花筒中啊，这个灯啊，这个筒中的万花，哦，五花八门的社会，今日有影无？一个人一枝花，这枝花咱开分析，咱这枝花是黑色的，还是白色的，还是黄色的，还是蓝色的，还是红色的？我做一个点啦，做一个比如讲，如果咱这边人黑色是黑色的啦，吼，那个设定讲，可能我们的命运非常坎坷啦，吼，有咱做比如啦，吼，咱爱调起来去变到变紫色，紫色它能变到变红色，哦，变未来变到变什么未来你知无？上镜嘛爱变彩色的对啦，吼，啊，人生啊变成后呢，哦变去吼，啊，咱这个社会，咱这个人生的鸟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身上来讲，五花八门起，五花八门的社会，五花八门的环境，五花八门的心态，对不对？袂自在，袂安全，哦，看袂大，食袂透，看袂开，人生到这过袂了。我们在这世界那个大家想到的，对不？所以人到尾啊，心里面是你的，无一项是你的，唯有就是咱。就是你当下会当在你认识你的心理，免啊你用心当作好去，把你自信好方面，去到上，互你当真正一个尊严，一个纯练，一个纯练。一个尊严，这个尊心命，尊心命，存一个善念。简单的讲，这善念，这就是善念。所以我讲尊好心，讲好的传统是这个善念。好，所以迄当时师尊上要问伊因何未懂，迄当时啊，师尊上要问伊，就讲师道在他们相处的当中，当然伊来去当中。含道理是一种言，是一种言的言性啊演变。那当你在这言的当中，你会去修言，你会去思考。当师尊他们相处这言，因为过去师尊在时时阵，当然，迄个时阵咱出世，咱无可能把他们的言会当相处。可是当中有少着开刷，少着贴心，这嘛是叫做这个助言。啊，这个助言当中有个叫离婚房，这个哪来？没结婚啊，你问咱，这嘛是一个奇言、奇言结婚啦。啊，所以咱一个小言，比如咱一个来到这个社会，来到这个民间，咱会当含咱的太太结婚，咱会当含咱的先生结婚，咱会当含咱的祖母来相处，这拢是一个言。啊，这个言是一种基存在的呀。这个其实我有口是念这个我的，但是这个你的吗？当你口是无，当然你的吗？会晓听阿母你这个世间啊，拄则迄个告诉我，已经啊，娶七个，嫁七个啊，哇，有些是原来想着，啊，佮做足咸啊吼，啊，做足咸啊，做足油啊，做迄个高热啊，先生叫你食叫死啊，你就在散，对不对？哎，伊迄个演绎心态要演出不平，所以吼，你娶太太，那你娶成水了，娶太太水，路外还路过江啦，我开个玩笑的啦，啊，比比的是一定是安尼啦吼，啊，这就是两小言，这叫做结恶言，结恶言，你今日水不好，你这些物件会你袂信吗？你总有一天会得到的，你靠自己嘛变的，但是当你当中。你相应着迄七个恶言内底当中，你安怎去迄七个恶言？迄毋是讲安怎无，所以迄叫做无气，迄嘛叫做无地位。啊，所以你这个师尊老大家，当然会当他们招着这个善言，伊要问咱什么代志？后壁讲，因何袂当真假辨识你？伊问咱这个问题。各位兄弟，什么叫做真？什么叫做假？什么叫做实？什么叫做虚？对不对？为做咱唔傻傻。
个an嘛，啊，真个当中就会死啊。啊，甚至实际个虚，当然只要有一个时间啊，你分析这物件。不过这个上界重要当中，咱书本老师来讲，真，这个真的物件叫一切真。这地若金啊，这地若金啊，一斤这个金啊，贵个，这个杯啊，这个金啊，金杯啊，金杯啊，若称作啊，这个金啊，这个杯啊，你拢称作这个金杯，这个一切拢金。这地啊，较讲，这地若较安淡咧做的，这价格一切拢价拢是金啊。所以讲一金一切金，这个金这尊面粉若用金啊来甲做咧拍，这个金啊叫做纯千种的真金，这地方都叫咩？安尼讲听有意思。这个叫做外向，这个叫做外向的东西。但是苏州老百姓研究到这个物件，但比如讲就咱的心理，咱的心的真，甲咱的心的实，伊来讲，咱的价甲虚，价甲虚就是用真甲实，价甲虚就是用真甲实来做一种的期待。所以伊咧讲实甲真一直伊咧讲虚甲假这两种，变到对象出来，安尼讲听有意思。你讲比如着这个组样都水，你嘛爱传的组样歹的来对照，啊，这组样水较水一点，对无？啊，你讲要这个人有老无老，你嘛爱抓一个少年家来比，咱比如这老人比的，对无？你这有人有重量，无重量，你一定爱摕一个较重量来甲比，那比着这个会走出来，意思你听有无？哦，啊，要甲你讲实甲真，但是一定爱甲讲假甲虚，啊，比如着迄个什么叫做真走出来，啊，迄个真是讲咱的本性，讲这个本性，啊，迄个真正的本性，迄个就是无形物件，无形，所以咱就拿做咱那个，哦，伊咧甲咱讲，当时无做，当做咱正常我出的，哦，伊讲。你嘅天空哦，你嘅天空有上哦，天空有上，无形有何上哦？伊讲安尼，你本性有如天空，了无你所见，是名叫做正见；了无你所见，是名叫做真理。由千人来想，哦，讲当时去哦。咱合作就是甲推翻着，伊当时的这个大中国是不出的。哦，伊讲，伊讲不见不见不见一物，不见一法，不见一法，不见一法的吼，总不见，大事无分也原因啊。不知一法修空的，犹如天空是相变。好，触见之间撇着的，错念何时该有变？这段话就是印证到咱的心性的一起来。不知一法就无见，你无了解这个一法的道理，尊着无见，啊修着空的。这个一法是什么呀？这个一法叫做真实法。所以讲啊，这个物件，这个用心哦，这个用心去听无。讲啊，这法是真实法，是这个实法，实就是无虚的意思。咱讲会听无？你今日去为这个实，这个佛实，这个叫做实，这个无虚，无虚的物件。啊，这个叫做苦证。所以讲做这个自信，不提自信，本自苦证。你今日去做苦证的这个佛实。这个法，这个无字，这个
经年5千年啊，一天零少万年。人的本性就变到出来，迄个哪？迄个无为，迄嘛叫做真心。因为你本来就是无杂条的，就是真心嘛。有杂条的，叫做伊无嘛，修为嘛。哦，这边讲明这个讲清楚，所以讲，就是咱是真假，咱是应该有了解。啊，无的对吧？你容易啊，你管不了事。很奇怪，咱书本讲到底下来就，就是啥无来更加尊重，一种语言，你一定要环境。因为出发，你定义最新王数的东西，你唔会晓辨别真实假理，你今仔日流浪你这世界，就无人来变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这个语重心长，心人知，干嘛人知啊？不干嘛人知啊？心人安想道理，有问题冰山。好，心人安想道理。当你一个囝儿要袂死的时阵，当你一个囝儿有听的时阵，当你一个囝儿咧食饱、咧规三做的时阵，咱做袂过人心会安的。我讲你的囝儿来到规三做，你的心安的，我我迄个经来讲，对不？当然这是我的，他若别人来看一下，咱无关系啊。咱今日书本办三字报道来说，看到咱这个道理内底当中，而且最新网述当中，伊太暗，有问题本身。而迄个本身内底当中，探讨着话，众生遐的机关，伊要最新网述，伊要联合把它来把靠作用，把名相当作是实相，这是一个最可能的物件。所以无实在去了解，但是伊嘛能做回来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宿命，累积下来的宿命。你靠背度，你进入迄个密入山的这种的因缘果报啊，业报真正是咱外面啊30好，所以就大家有问啊，为怎样海市蜃楼，如甘做人吗？海市蜃楼，咱好一个去山东跳井，走伫空中的迄个模具，走伫空里，倒转来开山来，走伫迄个山东半岛，走到伫淄博啦，走到伫蓬莱啦，就是这个蓬莱，有一个蓬莱哈。你看到有一个蓬莱仙岛，蓬莱仙岛，它真正有这个蓬莱，有真正有这个蓬莱地区，真正有这个地区。这个地区就是过去800年过海来，挖心过海。当时苏东坡嘛比较出名啊。迄个所在真正是袂歹，真水的。你看地方去，我咧乱草遐起，拢还是土啦。但去化工业机器2000公斤咧做。我想听这个。这个蓬莱，因为讲平常这个海来啊看，拢海市蜃楼啊。但是伊海内底当中哪有浮迄个楼啊？浮迄个楼啊，看得足水的咧，伊拢用迄个小米箧起。你想咧落去，遐贵个，伊海边都无啥，都无乜知道。变成了特别当海市蜃楼，足水的。这个在哪里知道？这个不实际与不实在，伊是一种环境尔，就是环境尔。咱年轻时阵，咱书本咧讲海市蜃楼，意思是讲，你今仔日你才做，你才自甘做人当，上欢喜啦，上爽就对啦，安尼听，我咧上爽。我今仔日吼，来当初1000万比较大。